上次我跟上次我跟那个宝弟去汽车旅馆，被人家认出来。啊？什么感觉？我没讲的。然后还有可能看到你跟天风合体吗？喝酒啊，准备好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如果有想要看天风的话，其实真的认真有真心想要看的话，其实我有权利叫他来。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有权利还是没有权利？你敢知影为什么？因为毕竟伊欠我钱，我叫伊来中华，伊就爱来中华。啊，为什么？不是讲伊欠我钱，咱上大，不是安尼。不是这样。我的观念来，我讲给你们听啦。伊欠我钱，我叫伊来中华，我无一定爱叫伊做直播。伊会当去阮朋友，伊也无适合伫咧做直播嘛。我应叫伊去阮朋友的啥物哦，阮朋友没有人力派遣公司啊，还是讲随车人员咧招车，做人的助手，做助手斗搬菜啦，里里扣扣的，一个月25000啊，走规工的啊，准讲领25000啦。啊，伊就一个月看要还我1万，剩咧15000伊做所谓，安尼嘛是会使啊。对啦。但是你若要看天风，伊若准讲有来中华，我的朋友才上班，对无？我偶尔要叫伊上镜些 ，OK 无？我相信伊袂介意啦。他是不会介意的啦。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处理啦，该怎么样？我现在是在看要怎么去做，让他去怎么去那个啦。哎呀，他会坐不住，会放讲，会放讲，哎呀，可能吼。放啥小讲，你知无啊？无啦，无啥呀。天风在看直播，哎呀，应该是袂放讲。我来也是要给他机会啦。哎呀，啊，毕竟咱嘛是主要爱起邓来尔啦。哎呀，你还敢说都没人找我哦？无啦，波波姐，就是因为我早其实我昨天很早就去台北，我去台北我的行程超赶的，我主要就是昨天去台北去批货，去批货。批货了，甲人讲一个 case， 就是讲一个案件。我是去阳明山遐食物件是食物件，但是主要去讲 case。讲了，讲完之后我们就马上回程回彰化。波波姐，下次我去台北我一定找你，好不好？后一届若去台北一定找你，波波姐。哎呀啊！你们如果说天风的部分，我可以跟你们说的是这样啊，就是你们真的有想要看他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哎呀，妈咪完全无可能。哦，意思讲刷电朋友讲叫天风来帮你买粉买槟榔，啊槟榔就无食粉。我无食粉，无食槟榔，我叫伊来遮甲我做跑腿，我袂好啊。袂好啦。我袂好啊。真正袂好啊。哎呀，啊我嘛是会使叫小六看会带伊去偷笑无，搁向，搁减两起。你只要你刷电，你甲小六问者。哎呀，小六你嘛会当带天风去啊，哎呀。天风做你少年的，可怕死！头前叫做金天风。啊是海天风啊！无啦，靠背啊，你袂记啊？天风后盖无叫天风啊，伊叫萧南的啦。啊，你咪叫龙婆哦。阮遮穷我咪拢想好啊呢。哎呀，咱出去无？大，我甲你讲，你爱甲我介绍啊。这我叫龙婆啦。来，我叫梁平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叫鱼鸟去。来，阿是吧？啊，这叫这叫咩啊？这叫咩啊？什么是咩啊？咩啊？红块。哦，红块龙婆，萧南香樟。老实说，那时候合体最好看。杨三和大哥，很多人说那时候我跟天风啊、跟老邱他们合体的时候最好看。可是我们也受到很多网络上的霸凌，别人打字，在隔壁台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受到很多人的网络上的霸凌啊。网络霸凌有时候抗压性，有做侪艺人，有做侪网红的抗压若无够悬，你莫看恁安一人一句。哦，我讲一句坦白话，恁听看有道理无？恁一人一句可能无啥，但是对阮这直播主或者是那个在台上表演的艺人，有时候会想不开呢。抗压性也较无够的。来，我干那讲一句话就好啊。什么叫做流言？流言蜚语，什么叫做传说？恁敢知？毋是咧拍游戏的传说呢。那我讲一句话，互恁听，恁就知啊。今仔日，我发言讲老邱干你娘，你是不是台人？哦。咱觉得没什么啊，恁爸就无太人。10个伫线顶留言讲老邱你刚刚杀人，10个，他也觉得说你们不要再挖洞给我跳。那如果今天1000人在网络上疯狂的乱传老邱刚刚杀人，又 po 了什么图片，也就欧北想的无？会1000人、10000人再分享出去爆料公社里里扣扣的，规跳楼都唔知咧，安怎死的拢唔知呢？这就是网络霸凌。
你不要说那个力量很小，其实没有，那个力量真的很大，那很恐怖。真正就恐怖。网络上的霸凌远远不是你们想的这样。哎呀，所以你们当初说我跟天风他们合体的时候很好看，可是当初我也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很多网络霸凌啊。来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来我家啦，温刀啦，天风来家的时阵来劳保局，来建设局，来建设局，阮兜要建设啥？无，阮兜要建设啥物物件？你甲我解释一下好。阮兜想要建设啥？我知，都更吧，哈，都更，我要都市更新哦。都市更新。建设局来查看阮兜违建哦，无这旧厝，好来。民国76年起的，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啦。嘿，来76年起的啦。吼来，我头拄讲什么局？嘿，来第一个是什么？袂记啊。来，咱顶来啦吼，来什么建设局啦？建设局。消防局啦。消防局。卫生局啦。卫生局。卫生局是安怎？来直播面顶天风食一支粉，尔叫罚1万。恁爸事主才放一支烟火缸，尔爱罚3万，厉害，优秀。来，卫生局嘛来啊。卫生局嘛来啊。消防组来安尼，摕一支滚轮伫安尼。这是一般住家哈，不用用那个消防器材。杯数无够，所以免用迄种。来消防局、卫生局、甲什么建设局拢来啊。建设局拢来，国税局嘛来。来国税局嘛来。安全卫生局嘛来啊。安全卫生局嘛。安全卫生是啥？恁敢知？哦，来量看卖，恁兜有气爆哦！我讲恁爸啊，就无咧做营价，无咧做工厂啊，阮兜要有气爆。有可能哦。迄段时间真正是安尼。搁有迄劳工局也来啦，哦，离酷。劳工局啦，搁迄足济啊，济敢若山讲袂了。其实我们没有违规，没有违法，都不怕就是每天这样会觉得很累很烦。对啦，就是这样。这我刚刚讲有当时这是不平等待遇啦，因为我只是出自好心好意来帮一个人，我不是坦白说啦。你们不管酸民有在看直播也好，可能当初我有帮天风发一些声啦，有帮伊讲一寡话啦，但是今日咱换位思考，恁今仔日若无安尼甲攻击的时阵，我嘛唔免安尼，但是我开直播起来，不是要跟大家来结怨结仇，你知哦？唔是安尼，直播是脸书一个机制，一个功能，开上来网络的世界就是聊天。我讲一句上坦白的话啦。你今日伫线顶气噗噗讲恁妹夫凯宾安怎拄安怎，你想要甲我输赢，我直播关掉，你嘛袂记我的相啊。你还是睡觉了。你还是去做你的事，我还是去打我的电动啊。我还是去尿我的尿，我还是去，对不对？去找我，对啊。找你是讲打炮对吧？无啦，无啦。我感觉你为是安尼哦。哎呀，没有，我就是下播之后，我也是做我的事啊，你还是做你的事啊。没错啦。哎呀，基本上是安尼尔。哦。